아, 그게 어찌된 일인지 제가 참 내 돈 내놔! 쉬워. 이게 됐어. 사은부로 옮기자. 홀불에 나온 껍질가정 죄다 뜯어가지고요. 운봉산. Hello， 大家好，我係 Circle， 多謝你哋 click 呢條片。之前曾經同大家分享過，我係一個空姐嚟咗加拿大幾年，嗰段片係其中一條我比較多人 click 嘅一條片，所以之後我都喺網上搜集過一啲嘅問題，睇下邊方面大家係會有興趣知道更多嘅。咁當時咧我就列舉咗幾個 topic 係想同大家分享嘅，所以由呢一集開始就會開始有一啲關於航空業嘅分享，特別係喺加拿大嘅市場。以身為一個空姐嘅角度，分享下我自己嘅故事同埋對呢一行嘅見聞。有時會聽到啲人講，我哋份工都係派下餐、serve 下 coffee tea 同埋周遊列國咁。咁當然都有好多人明白我哋嘅工作係一啲都唔簡單嘅。但係詳細去講嘅話，又會係咩一回事呢？又好似冇乜人去講。咁由於每個人嘅認知同埋背景都唔同，嚟緊嘅內容咧，純粹係我自己個人嘅觀點同埋根據我個人嘅經歷。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就繼續睇落去啊！而我嘅背景係，我分別喺香港同埋歐洲嘅航空公司做過空中服務員，歡迎大家留言同我交流。我哋呢一行咧，其實成日都講 safety first， 即係安全第一。因為其實作為一個空中服務員，真係要有好高嘅安全意識，因為我哋負責確保乘客同埋機組人員喺飛行中嘅安全。以下就簡單同大家講下點解安全意識對於我哋嚟講係咁重要。分別有7項嘅。第一就係應對緊急情況。因為我哋必須隨時準備應對各種突發嘅事情，例如係醫療問題、火災、氣流同埋緊急疏散。咁所以如果我哋擁有強烈嘅安全意識，咁就可以確保迅速而且有效咁應對。第二，保障乘客安全。我哋負責所有嘅機上嘅安全程序，例如係要求乘客攬好安全帶、熟悉緊急出口嘅位置，以及確保行李妥善存放，以減低風險。而每間航空公司咧都有佢自己一套嘅安全守則。第三，危機管理。喺機艙失壓同埋緊急降落嘅關鍵時刻，我哋必須要保持冷靜同埋遵從標準程序，並且向乘客提供清晰嘅指引。而第四，應對安全威脅。我哋喺維持機艙嘅秩序係發揮到重要嘅作用，例如識別或者係處理一啲潛在嘅安全風險，包括唔遵守規則嘅乘客或者可疑行為，以防止佢哋喺我哋航班之中有威脅性嘅問題發生。第5項係緊急同埋醫療援助。有良好嘅安全意識咧，就可以令我哋時刻都保持警覺，隨時準備提供急救，例如 CPR 心肺復甦，或者幫助乘客應對一啲突發嘅健康問題。第6就係有關我哋機組人員嘅團體合作，因為我哋需要同機師同埋其他機組人員保持密切嘅溝通，確保好啲嘅團體合作，同埋大家都有遵守安全規定。最後就係遵守法規，因為航空管理機構同埋每一間航空公司都有嚴謹嘅安全守則，作為員工嘅我哋必須要時刻遵守呢啲安全標準，所以擁有高度嘅安全意識，令到我哋隨時都可以保持警覺，以及隨時準備應對一啲突發事情。最終咧就係保障乘客同埋機組人員嘅安全，確保飛行環境嘅安全穩定，因為大家都想安安全全返屋企㗎嘛。所以喺培訓嘅時候，佔咗大部分嘅時間，特別係初期，都係教有關飛機嘅知識同埋 SOP， 即係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 到肯定你係通過咗筆試同埋一啲有關緊急流程嘅測試，先至會去到進行 First Aid 同埋 Service 方面嘅培訓。好啦，而家就開始講下招聘嘅準則。究竟香港、歐洲同埋加拿大嘅航空公司有啲咩分別呢？以我前公司同埋一啲香港嘅航空公司為例，通常你會見到好多啱啱畢業嘅人，因為佢哋係一張白紙，比較容易吸收新知識，而且喺觀念上亦都比較易調教，對於新嘅思維會比較容易接受，同埋少啲批判性，即係簡單嚟講聽話啲。而我聽我嘅前輩講，佢嗰代咧係好少大學生去做嘅，因為嗰陣時係好難有大學畢業。即當佢哋畢業一出到嚟揾翻管理層嘅職位，揾嘅人工會更加多。但雖然唔使大學畢業，但係對於語言上嘅溝通能力，特別係英文都好重視，因為好似一啲會飛國際線嘅航空公司，因為同事唔會淨係得本地人，所以有良好嘅英語溝通能力係非常之緊要。因為喺同一個空間用翻大家都識聽嘅一種語言去溝通係一種尊重，而且乘客上更加係國際化添，所以英語咧一直以嚟咧都係好緊要嘅。
以前我讀書嘅時候咧，覺得做空姐係一個好靚嘅職業嚟嘅，即係佢首先佢哋外表好靚啦，而且佢哋着衫打扮上面咧都非常之專業同埋有氣勢嘅。咁的而且確以前咧請空姐咧係請得嚴啲嘅，對外形同埋體型都有要求，就好似以前覺得空姐通常都係好高嘅，因為你至少都要夠高閂嗰啲 overhead bin。咁呢度加拿大咧就叫做 compartment。同埋因為始終我哋工作嘅地方係喺機艙裏邊啦，空間係有限嘅，例如係備餐空間即係 galley，特別喺 aisle 裏邊，即係嗰個走道嗰度都幾窄嘅，所以咧一直都係個現象。如果大家聽到你係做空姐咧，都會覺得你嘅外形係有翻咁上下嘅。咁個前輩亦都講啦，之後香港嘅大學多咗，就所以更加多嘅大學生去從事呢一行啦。而我當時啱啱畢業嘅時候，我都冇一個好明確嘅目標係要想做啲乜嘢嘅。但係我知道呢一行咧係長期請人，不過同時間競爭都好大，因為好似長期都有人爭住去做咁。特別係我前公司啦，都完全唔怕請唔到人。而我當時點解想做呢一份工？因為我知道自己係唔中意返 office 嘅工，同埋自己又坐唔定，又憧憬可以藉住呢份工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到做咗之後又發覺真係幾啱自己喎，咁所以就到而家都係一直從事呢一行，之後都可以同大家講多啲。而喺 Covid 之後就更加易入行，縱然嗰個待遇已經大不如前，個人工已經係減咗好多。就好似上年我搭國泰嘅時候，都見到有好多唔係本地人嘅空姐同空少，所以只要你對呢一行有熱誠，我覺得而家係一個非常適合嘅時候，因為會真係俾到好多機會你去世界唔同各地探索。而入行方面，不論係香港、歐洲或者係加拿大嘅航空公司，都係喺 online 嗰度遞交申請表，之後咧就係一輪嘅篩選同埋等待。而間唔中香港同埋一啲外國嘅航空公司都會喺香港進行招聘會，但係加拿大嘅大型航空公司咧通常就唔會有呢樣嘢，都係純粹靠你哋自己去翻佢哋嘅網站嗰度睇下有冇空缺嘅啫。咁我嗰時都係跟呢個程序嘅。之後如果你成功被揀中，通常歐洲或者係加拿大嘅航空公司都好興 send 一份類似係16型人格嘅問卷去俾你做，或者係一啲測試你嘅邏輯性嘅測驗，去了解你個人更多。而呢啲測驗咧，如實作答就可以，冇任何壓力嘅。例如問下你中意團體活動定係享受一個人獨處嘅時間多啲，佢會反覆問你類似嘅問題，去確保你嘅答案嘅真確性嘅。而邏輯測試咧就係關於一啲圖形或者數字嘅推理題，而我嘅經驗咧就唔係好難嘅，所以大家都唔使太擔心。而以前歐洲嘅航空公司，你淨係識英文就可以啦。加拿大咧就好着重咧，大家有冇識第二種語言，所以進行咗問卷測試之後咧，就會測試你嘅語言能力。通常就係嗰間公司嘅人打電話俾你，單對單作答，用翻你聲稱識嗰種語言去同你傾偈，內容可以係簡單嘅自我介紹，或者係你嘅興趣係乜。亦都有可能係會講下有關你自己嘅工作經驗，成個過程咧係比較輕鬆嘅。而我之前喺香港嗰間航空公司就將呢一個語言測試就擺到最後嘅，因為作為香港人為主要申請人之一，所以主要測試就係我哋普通話嘅程度。而加拿大因為有太多嘅種族同埋文化背景，所以呢一個流程咧就會擺前少少嘅。而以上嘅測試都完成咗之後，之後會真係邀請你去面對面去進行一啲問答。例如係小組討論同埋單對單嘅問答，咁呢一個程序咧就非常之關鍵性啦。因為小組討論咧係會觀察到你平時同其他人相處嘅行為模式，例如易唔易同人相處，見到陌生人會唔會好緊張，會唔會係一個好主觀嘅人，唔會好容易咁接受到其他人嘅意見。而呢個時候咧，我就發現好多人都出盡法寶去展現佢哋嘅語言能力同埋溝通技巧。我建議係唔好緊張，雖然都好難，但係盡力答得自然一啲就可以啦。特別係見歐洲或者係加拿大嘅航空公司，你真係唔需要過分去修飾你自己嘅答案嘅，最緊要係 make sense。而小組討論咧，通常係圍繞一啲情景嘅問題，再一齊歸納出共同嘅答案。就好似以前我喺香港見嘅時候咧，個題目係，例如我哋而家招待緊一個外地嘅旅行團去介紹香港，為佢哋安排1日嘅景點。而歐洲嘅航空公司咧，我記得係例如眼前有一個行動不便嘅人，我哋有啲咩方法或者設備可以令佢生活得更加方便同埋更加美好呢？而加拿大嘅話咧，就例如大家喺一個荒島上面，眼前有10種道具，請你以佢哋嘅重要性去幫我哋排位。咁當然每一組都會有嗰間航空公司嘅員工喺度觀察你哋喺度互動嘅。而呢一 part 咧，我都覺得大家輕鬆做自己就可以㗎啦。特別係喺加拿大，因為我覺得以前喺香港見航空公司咧都幾大壓力㗎，因為你真係要花心機去修飾你嘅答案，因為佢哋真係好睇一個人嘅談吐舉止，我覺得都合理嘅。有時呢啲咁樣嘅 group interview 咧，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你會見到咧有啲人咧係真係好自然，佢係本身係呢啲咁嘅人嚟嘅，但係你又同時間會見到有啲人好出力咁樣做戲嘅。咁我唔知佢哋結果係點啦，反正我而家就
就係呢一行啦。所以我建議大家輕輕鬆鬆自然啲做自己就可以啦。咁可能你會問我答案緊唔緊要啊？當然我都覺得答出嚟嘅答案係緊要嘅，因為可以睇到你嘅思維係點。同埋小組討論咧，又可以觀察到你會唔會係平時會留心聽人講嘢啊，或者會唔會搶答問題啊，或者係意見不合嘅時候，你又會點樣去應對啊？咁 group interview 完咗之後咧，就會篩走一啲佢哋唔想要嘅人啦，之後就會進行1對1或者2對1嘅個人問答嘅，有時會係 HR 嘅人，有時會答一個係而家飛緊嘅同事去做嘅。呢個程序咧通常都會係同一日發生嘅，所以前一晚咧就要準備定一啲你覺得佢會問你嘅問題啦。但我覺得咧最主要咧係要有充足嘅睡眠，同埋你去之前食啲嘢，因為過程都可能會佔你成半日嘅。咁通過咗之後咧就係等 medical check， 要確保你嘅體格同埋健康情況良好，先可以幫你安排去下一步。除咗度高、磅重、視力同埋聽力測試，仲有驗血同埋驗尿，因為確保你平時係冇濫用藥物同埋酗酒。而喺加拿大咧，雖然吸食某一種食物咧係合法嘅，但係呢一行咧係列明咗係完全唔可以進食嘅。其實有 medical check 都已經10拿9穩㗎啦，即係個結果都好正面㗎啦。跟住就係漫長嘅等待，可以做嘅咧就係等。咁唔同公司咧俾 offer 嘅速度咧係有快有慢嘅。咁以 Air Canada 咧係最慢嘅，因為有啲人喺 Air Canada咧係等咗半年至1年咧先至收到話開班叫佢去 training 嘅，咁就要睇佢當時嗰一期係需要邊一種語言嘅員工啦。咁我哋一向都明白，如果你識多啲嘅語言，被請嘅機會就更加大嘅。而喺加拿大，法文係加拿大嘅法定語言，所以好多航空公司咧都會優先請識法文嘅人。而加拿大好多人咧喺佢哋細個嘅時候已經開始接觸法文㗎啦，所以我而家身邊嘅加拿大同事通常都係會識法文，而唔識法文嘅都會識其他國家嘅語言。而我哋香港人除咗識英文，仲識廣東話同埋普通話，所以雖然唔識法文，但係我哋都有一定嘅競爭能力。不過同時間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有好多嘅華人，所以大家咧都會見到 Air Canada 咧而家唔再係標明需要廣東話同埋普通話嘅人嘅。咁以上咧就係大概嘅面試過程。咁講翻呢啲實際啲㗎啦，因為根據我嘅認知，喺加拿大要做空姐呢一行，通常你都需要有一本加拿大嘅護照，即係你係要入咗籍嘅。因為作為北美嘅航空公司，因為好多時都要飛去美國，而如果你冇加拿大護照咧，入境美國過境或者係停留就會係一個好大嘅問題。而好多航空公司咧都唔會為咗一個非加拿大籍嘅人去處理簽證嘅問題嘅。所以如果你啱啱嚟到加拿大，拎住香港嘅護照，而喺香港冇從事過呢一行，冇一張美國嘅 crew visa， 基本上咧係入唔到呢一行嘅。就算呢度比較易入行嘅一間公司叫做 Porter， 作為香港人，即係包括我，以前都冇聽過呢一間公司。佢係唔需要你有 PR， 就咁有工作簽證就可以，但係前提你都係要有一個美國嘅 crew visa。而做過我前公司嘅人，通常咧都會已經有呢一個 visa， 所以一落地加拿大其實已經可以做翻呢一行㗎啦。所以如果你要做加航呢一間最大嘅航空公司，你就一定要有加拿大嘅護照。而呢度第2大嘅航空公司 WestJet 最低要求就係你需要有 PR， 淨係識英文都可以嘅。所以總括嚟講，你喺香港冇做過呢一行，即係冇 crew visa。如果你想從事呢一行嘅話，你必須要至少達到 PR 嘅程度，咁就可以申請 WestJet。而做過呢一行有 crew visa 嘅人，就通常都係申請 Porter。而當你見到一個香港人佢係做緊 Air Canada 嘅話，即係佢本身已經有加拿大嘅護照。因為除咗 WestJet 同埋 Porter， 其他細嘅航空公司必須要你擁有加拿大嘅護照先可以申請。而講開又講，我見到有好多本地嘅加拿大人，雖然佢哋細個已經接觸法文，但係好多人佢都係唔記得點講，或者係甚至唔識講。而因為佢哋淨係識英文，所以咧佢哋就入唔到一啲需要你講2種語言嘅航空公司。特別係 Air Canada， 佢需要你有流利嘅法文啦。同埋另外一間叫做 Air Transat， 必須要講到基本嘅法文。咁頭先就講咗好幾間關於加拿大嘅航空公司啦。咁之後有時間我就會講多啲有關唔同公司嘅文化特色同埋佢哋嘅歷史。我之後咧就會繼續講解有關航空界嘅嘢嘅。咁今集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咧就會講多啲有關 training 嘅部分、工作文化、乘客類別、返工啲 pattern 係點樣，同埋唔同公司嘅制服特色、航班目的地。咁而家咧我就要食咗嘢先。咁我帶咗 yogurt， 同埋我之前喺溫哥華嘅韓式超市嗰度買咗啲小菜，同埋我琴日返工前就整咗啲紫菜飯卷。咁我而家食嘢先。好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